读册免钱，食饭免钱。啉牛奶嘛免钱。目前台南市6岁到19岁学生大约有13.3万人，虽然减免学杂费，也毋过家长每个月也阁爱负担750块到950块的营养午餐费用，一个学期加起来就超过4000块，对这些家庭来讲是一个压力。因此，立委林俊宪主张推动营养午餐免费。因为台南市有这样的实力和条件，我们有全国做最好的中央厨房，我们已经可以提供大概94%的学校学生的一个涵盖率，所以我们可以压低这样的一个成本。照顾囡仔对食的开始，对现在每礼拜食2盖水果，啉1盖牛奶，买当星期做食2盖水果，啉2盖牛奶，更强调教育是上好的投资，抛出教育零负担政策，打造全国教育第一品牌台南。另外一边，立委陈廷辉持续强化亲子政策，11月8号到9号，将伫咧新营甲中西区推出菲菲姐姐太空探索梦乐园，能够用一个不一样的，不是选举才在说的口号，而是一直以来，菲菲姐姐就是要陪着我们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成长。陈廷辉指出，亲子活动是推动社区永续甲幸福治理的核心，承诺未来将持续办理更加侪巡回亲子活动，同时扩大友善家庭的公共空间，强化育儿政策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